40年老店，大賣144層靚皮蛋撻。開業容易守業難啊嘛，咁我都叫做守咗40年嘅年頭啦。成績有目共睹嘅嘢，我真係有啲滿足感。數全港靚蛋撻，唔可以唔提太子嘅金華。金華嘅蛋撻菠蘿油一向出名，好多遊客都嚟幫襯噶。今年40週年啦，呢一排仲喺隔籬開分店。今次一齊嚟睇下金華嘅酥皮蛋撻係點樣整。做蛋撻首先要做好撻皮。金華嘅蛋撻，蛋係用美國蛋，奶同豬油係用歐洲貨。酥皮做法係層層疊，搓好嘅油皮同埋水皮要雪2日噶，然後搓開，再接再搓。酥皮共有144層，倒啲蛋汁，再焗25分鐘。酥皮啊，最要接嘅層次夠啦，同埋推得夠勻啦。我哋因為我係個酥皮接嘅層次咧比較多，我哋就144汁嘅，人哋出面多數都係120幾汁。出名蛋撻通常要賣到5至6蚊一個，3蚊嘅蛋撻有冇呢？有鰂魚涌新鳳凰嘅牛油皮蛋撻，蘇絲黃都係捧場客。社運界食神 Jacko 仲稱為神級蛋撻。老闆話賣平一啲，街坊開心啲啊！